魁姑，张仪从出生到今日，也穿了不少件衣裳，可唯有这件衣裳，张仪将铭记一生。张子快起，张子快起！楚王已经看到在下的策论了，明日宣张仪入宫。新仪来的正是时候，好马配好鞍嘛。张子怀才不遇，我和月公主也帮不上别的忙，只能帮做件新衣了。谢芈月魁姑赠衣之恩。回来了啊！哎，小冉，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小冉今日怎么一声不吭的？是何人得罪了我们小冉？哎，今日带小冉到东门集市卖姑姑的女工，小冉看中了一把小宝剑，竟要价10金呐！什么宝剑？怎么会这么贵？那宝剑刃如秋霜，真的很好。姑姑不知，前几日老朽给小冉请了个师傅，教他几手刀剑功夫。这师傅啊，夸小冉天分难得，是将帅之才，所以啊，小冉一心想要把合手的宝剑。咱们云梦台入不敷出，捉襟见肘，小冉再等2日，魁姑和你姐姐去想办法。哎，魁姑，何苦为区区10金犯愁啊？张仪为你筹划便是。你有10金？暂且没有。明日入宫见过楚王，张仪便有了。10金太少，100金如何？好了，张子，且不说你眼下如此潦倒，谈论100金如同痴人说梦。就算你日后有了，也与我们无关。说100金就100金，明日午后，一言为定。调气止痛，清肝明目，子成熟后还香甜无比。既然如此之好，咱们就带回去给姑，这也算物尽其用了。好啊，摘下来，我去那边看看。好。月儿，快来！黄连，这叫梨，也叫野灰菜，一做汤可以烹菜。尽管它的叶子和黄连极为相像，味道却是很鲜美的。月儿知道的真多。也许今日咱们白来了。再找找。有了，黄连，这就是黄连。快把根挖出来。什么人？侍卫，来人呐！快跑！我有软鞭，捅他一刀，真难事儿。侍卫来了。芈月在此有礼了。月公主，几载不见，义渠君又做起旧买卖了。这草原上的百姓得吃得喝呀，不做生意怎么活？那芈月愿意和义渠君谈笔好生意。好啊，你们在这边等我，我去就来。义渠君和芈月真是有缘，这是赵国土地，你竟敢随意打劫？
原来这个地方也是我义渠的地盘。虽说眼下被他抢去了，但是我义渠人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哎，岳公主怎么会来这儿呢？秦王去世，新王和会后秘书把我和继儿入燕为质子。去燕国，那个地方冰天雪地，鸟都不拉屎。你越幸运，去燕国已经是死里逃生。那会后芈姝不是你亲姐姐吗？秦王尸骨未寒，就欺辱你们母子，这个女人的心怎么这么狠毒？天没有我芈月，义渠君不必担心。既然如此，你索性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回义渠。天高云阔，逍遥自在，整个草原任你我驰骋啊！什么会后秦王，见鬼去吧！你们义渠已经对其称臣，怎可无人管束？既然惠文王死了，那惠后为人如此卑劣，干脆我义渠反了。当初义渠是对惠文王称臣，如今惠文王走了。刚才我还在担心，我怕我让别人传话说的含糊，你要是没听懂，可麻烦了。哪里含糊了？你明明交代的清清楚楚。皎皎黄鸟止于极，极枣树，有时3刻，在大枣树下见。可是你怎么知道就是这棵枣树呢？你既然约在傍晚时分，定不会让我孤身往远处去。我向驿馆的杂役打听了，这附近最大的枣树，自然找到这儿了。傻笑什么呀？天结地灵，我黄仙能遇到如此聪慧的女子，是几世修来的福分。你死里逃生，还这般有嘴。你的手好冷啊。我不冷。不冷也闭上。迎亲的人马刚刚堵关，他们定要休整几日。既然魁梧和小冉也出来了，正好咱们一起走。我住的客栈就在那条街，我已经和客栈老板订好了马车。3日后同一时间，我在我住客栈等你们。但成效不大。大王的心思说变就变，你年轻貌美，有的是机会。也罢，这2日园子里你就不要再去了。若是那公子荡再来挑衅，你不妨告诉他，就算你能饶了他，大王也饶不了他。是姑母。大王，喝口水。这水的滋味不错，是位于那个女子送来的，说是用竹叶煎的水，去火最好了。大王，您觉得位于那个女子怎么样？明艳动人。那为何不纳她为妃？老奴不懂。她那脸蛋后面有些东西，寡人看不清楚。这竹叶水，寡人不喝了。是。太医说，寡人阴伤气耗，过分清火，只怕也不好。
既然大王看不清楚，老奴就更是老眼昏花了。大王，这儿还有贝母梨羹，是米八子听说大王久咳不愈，特地派人刚刚送来的，您尝尝。错了，您请吧。这生意我知道该怎么做，只是我帮了你们，你们该如何酬谢我？那你让我如何酬谢你呢？我只需要给我买2块米糕就好。2块米糕，说话算数。那你快说呀！这位大嫂有50钱，你可以买鸡翁4只，鸡婆18只，鸡雏78只。4只就是10钱。哎，这个人是不是饿疯了？随便说个数，想骗2块米糕吃？就是，是不是？你说的准不准？我来证明。这位大人是？哦，这不是雍府的雍大人吗？雍大人。我可以证明这位公子算得没错。雍大人，那既然雍大人都说没错，一定没错了。给50钱，你把鸡送到我家里去。您先别急啊，我给这位公子买米糕，买米糕去啊！行，请问公子尊姓大名？在下黄倩。在下雍瑞，有意请公子去府中小坐，不知可否？那恭敬不如从命，请。失礼了，公子一看就非等闲之辈，若嫌弃，就在我雍府暂且。太后此言，实在是荒唐啊！难道先王去数年还能够？将军真是聪明人。朕数月前曾梦见先王，先王伤感，迎使子孙人丁单薄，大王孤单，缺少臂膀，故与朕入梦，孕育子嗣。这说不通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无稽之谈呐！太荒唐了！就是，朱清不为先王贺，也不为朕贺吗？看来你们竟是大喜过望，喜不自胜了。但朕这会儿身子有些不适，甚感倦怠。那我就先回了。太后，此事代表急患，必须为情大悟。高安无造，高安无造，所思听我一言。雍瑞，你为何要阻拦主人？对呀，是就这么完了？诸位追上去，又能做什么？你说呢？